上无少年20岁有哦。啊，毋过厝迄边安尼，阮敢有过关？安那一定是无问题。啊，万不离吼，伊看到阮的证件，啊，知阮的会所呢？袂啦，安尼好，因嘛会感觉你保养了真好，又搁留空间呐。我算是你好啦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两位吼是今日要拍摄的厝卡啦。Hello，明白？啊，隔壁。高大兄这人就是安尼啦，较豪爽啦，凡事无计较，包括是一个好厝卡。嘿，来啦，咱来就楼啦吼。哦，洗好啊！上面无好货啦，后面哦莫贪俗啦啊！就是啊，咱著贪俗迄几十箍啊，伫市场买啥物？会当甲头毛呢乌的，啊变到即马安尼啦。哦，一点仔水哦，啊就别空啊！啊，若是讲落大雨，啊我规粒头毋知哪乌水沟的。啊妹妹甲咱设计干安尼，互咱母家害了了。